继续来到台中，朝阳科技大学的公益基金会第一届来举办着朝阳圆梦树的活动。婚林家扶中心的囡仔写下因的心愿，甲挂伫的椰蛋树顶，讲要邀请到全校的师生甲社区的民众做伙来响应任马，甲这礼物送予囡仔。 幼稚园的囡仔都来精彩演出，为活动增加温暖的气氛。朝阳科大保定基金会头一摆举行朝阳圆梦树活动，要替婚林家扶中心的囡仔实现愿望。跟这个保定基金会一起来共同参与这样的合作，我觉得这个相当有意义哦。 婚林家扶中心表示，接受辅助的家庭月收大部分伫2万以下，大部分是单亲家庭。一份简单的圣诞礼物对因都是一种愿望。有的人想要电暖气温暖爸爸的双脚，有人想要地球仪看世界有偌大。透过大家力量，将爱送到因的手中。顺持爱的元首，把他们的爱心拓展到云林县帮我们云林教育中心的孩子募集300份的圣诞礼物。然后讲到这个东西的话，应该对来讲不是很困难。那我希望说能够帮助他，让他有个很快乐的圣诞节。圣诞树顶挂的是囡仔的心愿卡片。朝阳科大表示，学校若是知识学堂，嘛承担社会责任，邀请全校师生，搁有社区的民众做伙来响应，变做家扶中心囡仔心中